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7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85天。前线总共发生171次战斗，其中66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除了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在库皮扬斯克另外一个热点战场，俄军先后7次宣布完全占领或者解放库皮扬斯克。据乌军参谋部消息现在在库皮扬斯克市内只能检测到40个左右的俄方手机信号，也就是说很可能一夜之间这几十个人已经被消灭。俄军所谓的占领无非就是插一个旗帜，拍一个视频上传，达到宣传效果后，插旗的人大概率就被击毙了。那么今天或者说昨天这个网上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俄方宣称已经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莫斯科时间12月1号深夜，实际上是北京时间12月2号凌晨，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红军城，也就是乌军称的波克罗夫斯克，并且俄军还占领了哈尔科夫北部重镇沃尔昌斯克市。包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内俄罗斯官方媒体连续放出多个爆炸性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宣称，俄军已解放哈尔科夫州的重镇沃夫昌斯克。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则向普京报告称，波克罗夫斯克已被俄军控制。同时，俄罗斯官方媒体还放出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主广场升旗的照片还有视频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否认库皮扬斯克陷落的消息，并称库皮扬斯克城中俄军不到40人。截至媒体报道的时候尚未看到乌克兰政府和乌军回应波克罗夫斯克和沃夫昌斯克被俄军解放的信息。而这个乌克兰东部作战司令部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俄军已占领整个波克罗夫斯克的说法，称乌军在当地的清剿行动仍在继续。乌东部作战司令部称，截至2日上午10时，在其作战辖区包括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乌军击退了俄军106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72次进攻。乌空军对波克罗夫斯克俄军聚集区实施了2次空袭。乌军导弹和火炮部队还实施了1261次打击。乌东部作战司令部还称，俄军继续利用大雾等天气条件潜入波克罗夫斯克，并在其中一个街区插旗，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广场插旗拍视频，随后迅速撤离。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城区的清剿行动仍在继续。俄罗斯方面12月1日晚宣布，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重镇红军城。多家外媒报道认为，俄方发布上述消息的时机选择耐人寻味。12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会见美国这个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讨论美方提出的俄乌和平计划。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声称，有关解放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和沃尔昌斯克报道是俄国为影响和平谈判而制造的。事实真相，城镇及领土的解放是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按计划行动取得的成果。俄军在整条战线上施压推进，在特定区域加强攻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一告诉俄罗斯记者，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波克罗夫斯克，该城市已经遭受攻击约1年。佩斯科夫表示他已将此事告知普京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听取报告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重镇红军城和沃尔昌斯克，并对部队予以赞扬。然而乌克兰方面强烈反驳俄方的说法。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按照俄罗斯普京以及格拉西莫夫的说法，也就是这个最上层的领导，按他
他们的说法，那么俄军已经占领波克罗夫斯克4次了啊，这是第4次。实际上啊，近期啊，经常可以看见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发布的俄小队占领红军城某地的插旗视频，这样的视频传播很广，是俄罗斯网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俄罗斯通常由3至4人组成一个渗透小组，他们携带有俄罗斯国旗以及日本的摄像机，他们会在夜色的掩护下进入指定区域，一般会挑选有浓雾天气，快速爬上指定区域的建筑物，在房顶插上一面俄罗斯的国旗，然后聚在一起拍照片及视频，然后快速逃离。这是插旗的士兵用自己的生命从俄罗斯卫星电视台领取丰厚的报酬，因为这个视频一旦拍下来给俄罗斯的电视台，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很多奖励。但绝大多数插旗小组甚至没有回到俄罗斯阵地，就会被无人机去生命化，而俄罗斯卫星电视台工作人员会重新编辑录像机视频的内容，经过整理的文案，使用统一的解说迅速推送到网络上，给世人一种俄罗斯又占领了红军城的假象。我们看看这个外媒怎么说啊。包括《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在内，很多声音在说乌克兰终究会失去波克罗夫斯克，但极具权威和可信度的战争研究所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前线战场的大部分说法并不可信，尤其是波克罗夫斯克和胡利亚伊波利。普京此举目的是说服西方停止支持乌克兰，或允许俄军继续进行持续的进攻行动，从而验证普京的胜利理论。为了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俄军使用了几乎所有可以用的兵力和资源。乌军宣称俄军已经在这儿投入了预备队，并付出了沉重代价。西方情报机构估计，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伤亡已超过了20万人，接近25万，与俄军在巴赫穆特中的损失相符。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则认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损失了10万人，同样与巴赫穆特大战中的损失相当，并指出这些士兵并非仅死于乌军之手，更是被俄军的作战策略所赞颂。这位俄罗斯军事博主哀叹，俄罗斯民众根本没有意识到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真实的伤亡规模。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坚守超过了15个月，尽管俄罗斯官方没有承认，但各方都认为俄军在这里流了足够多的血，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乌军实际上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克里姆林宫要求俄军在11月中旬前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其后又改成12月中旬之前拿下。现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沃索夫以及这个佩斯科夫宣布已解放波克罗夫斯克，至少在宣传上算是保住了克里姆林宫的脸面，但到底有没有真正拿下，仅从俄军在市中心插旗的视频无法真正证明。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法国访问他对记者说你应该多看看乌克兰的消息，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成功过，某些地区发生了非常危险和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在部分行动中成功击退了他们，并取得重大胜利。俄罗斯声称俄军已经占领了一些城市，但这些城市仍在我们，也就是乌军的手中。库皮扬斯克就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已将俄军的主力部队赶出了该市。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说俄军只是借着浓雾进入波克罗夫斯克的一个区域，并在展示旗帜后撤离，以此进行宣传造势。那么我想俄乌双方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激烈交火，这恐怕是事实。普京宣称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但是乌方是坚决否认。那我个人认为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首先第一个，普京为什么急于这个时候宣布拿下了波克罗夫斯克，拿下了这个沃夫昌斯克，是因为他马上就要见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他在见维特科夫之前，他要造势，让美国人产生一个印象，就是战场上乌克兰是守不住的，很快就会摧枯拉朽。因为这个普京本来想耍他的煤气罐，那个萨尔马特那个对吧，洲际巡航导弹，结果人家导弹就是有脾气出了那个发射井就爆炸，关键时候掉了链子。这普京拿什么在跟美国去博弈呢？对吧？你谈判之前先要造势显得我很厉害所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宣布在战场上拿下了这些关键的据点，一个是波克罗夫斯克，一个是沃夫昌斯克，就想告诉维特科夫对吧，吓尿了没有？对吧？我现在跟你谈是给你面子，我可以
不谈的，我直接打下去，对吧？最难啃的红军城已经被我拿下了，后面是一马平川，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说啊，现在谈判对乌克兰有利，乌克兰要不谈的话，不接受和平方案，那你就等着投降吧，就这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普京啊，还是在为他谈判桌上造势，欺骗蒙蔽特朗普和他的小集团。第二个呢，我还一再强调啊，就是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乌军守到现在，实际上就是胜利，每多守一天，普京就难受一天啊。只要是交换比合适，比如说啊，伤亡1个乌军，那么就要伤亡5名俄军士兵，那么这个交换比就合适，那就继续守。如果交换比不合适，对吧？你伤亡1名乌军才能伤亡1名俄军，那这种消耗乌克兰就不合算，他就完全可以撤退。不管双方怎么说的，至少目前连俄罗斯他都没有说乌克兰溃败，战线溃败啊。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2022年10月份，乌军在哈尔科夫、在利曼造成俄军是叫溃败，战线溃败。所以说我们即便按照俄罗斯的说法，那也没有说这个乌军战线溃败，那只是说夺下了这个红军城，就像当年夺下巴赫穆特一样，其实没有造成战线的溃败，这已经说明问题啊。也就是说，连俄罗斯都不敢吹啊，说击溃了乌军，只要有序的、有计划的撤退，稳扎稳打，失地存人，这个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懂，对吧？所以说啊，大家也不用关心说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到底丢失了还是没有丢失，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是个大麻烦，咽也咽不下，拿也拿不下，赶也赶不走。12月1日夜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成功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敌方目标发动空袭，在顿涅茨克地区，特种作战部队无人机袭击了波克罗夫斯克一处人员储存点和比洛霍夫里夫卡的51民防军弹药库。在卢甘斯克地区，位于杰尼霍夫的第3内务部燃料和润滑油储存点遭到袭击。根据这个彭博社报道啊，乌克兰11月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次数创历史新高，乌克兰武装部队单月至少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14次，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此外，黑海港口的石油装卸基础设施遭到了4次袭击，导致新罗西斯克港的石油运输延误。俄罗斯日均石油加工量已降至约500万桶，并可能进一步下降。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了车臣叫古杰尔梅斯的一处阿赫迈特部队据点。俄罗斯境内多地同时遭到无人机袭击，包括伊奇克里亚的阿赫迈特部队阵地、图阿普谢与克拉斯诺达尔附近的爆炸，也就是那个叫伊尔斯基炼油厂以及港口码头，以及奥利尔地区一处遭袭后起火的燃料库。也就是说啊，乌军还专门炸这个车臣的这个特种部队啊，阿赫迈特的他的基地和据点，专门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首先是泽连斯基啊在法国的访问啊，在12月1号与泽连斯基的联合发布会上，马克龙明确表示，俄乌和平谈判绝不以乌克兰领土让步为代价，任何试图强加领土妥协的方案都等同于投降式和平，欧洲绝不接受。大家看视频啊。Où partout en Ukraine, la population a voté librement pour être indépendante, y compris dans les territoires que certains voudraient aujourd'hui contester. Je veux ici d'abord témoigner au président Zelensky et à travers lui à toute l'Ukraine tout notre soutien après les nouvelles frappes qui ont visé le pays, martyrisé la ville de Kiev, et je voudrais ici redire nos condoléances. Et après ces dernières heures, la frappe qui a touché Dnipro, là aussi en faisant plusieurs victimes civiles. Ce bilan est lourd, insupportable, et il dit aussi combien la Russie signe et aggrave un peu chaque jour le forfait de son agression, en contredisant les lois les plus fondamentales de l'humanité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Au moment où on parle de paix, la Russie continue de tuer et de détruire. C'est évidemment une insulte au droit et un obstacle à la paix. Je voudrais aussi dire au président Zelensky tout mon soutien après 2 semaines qui ont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denses et difficiles. Et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il était important aujourd'hui que nous puissions nous retrouver. Après les discussions qui se sont tenues à Genève, les discussions qui se sont tenues ces derniers jours à Miami, et après
la réunion que nous avons tenue de la coalition des volontaires à laquelle a été assoc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nos côtés le secrétaire d'État américain Marco Rubio. Nous sommes dans une situation où les États-Unis ont pris un rôle de médiateur et je salue le travail qui est conduit par l'équipe américaine sous l'autorité du président Trump.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comme l'Ukraine, comme tous les Européens, veulent la paix. Et c'est l'objectif central des négociations qui se sont tenues ces dernières heures e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Mais il est clair pour nous tous que lorsqu'on parle de paix, chacun a son rôle à jouer. La Russie d'arrêter l'agression. Elle n'a donné aucun signal, aucune preuve en ce sens. L'Ukraine est la seule qui peut discuter de territoire. Ce sont les siens, reconnus pa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lle est souveraine. 这是马克龙啊自己说的，对吧？他的表态啊，他这视频挺长的，我只截取了一部分。马克龙批评特朗普方案将欧洲利益置于美国效率之后，并计划近期访华协调和平进程。这个马克龙啊，他已经跟德国啊基本上达成一致，也就是啊推动法德英牵头组建的欧洲多国维和部队，未来在乌克兰非争议区驻军，替代北约承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保障，当前接触线应为停火基础，顿涅茨克剩余的领土绝不割让，安全保障需由欧洲主导设计。俄罗斯在欧冻结资产，处置权归属欧洲，美国不得单边干预。当记者问到啊，这个乌克兰的目前遇到的贪腐问题，这个马克龙说的很实在啊，说我们的角色不是去给乌克兰上课，教乌克兰怎么做。他说我们自己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丑闻，也就是法国以前也发生过贪腐。然后马克龙说啊，一个民主国家应该以能够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为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它能够自动纠错，对吧？犯了错误它能够自动纠正。民主国家，对吧？你有腐败你就铲除腐败，扎牢你的篱笆，加强你的监督。实际上言下之意啊，就是马克龙那肯定是力挺泽连斯基啊。这个马克龙与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啊，据说打电话给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特朗普的这个代表维特科夫，因为维特科夫马上就要去见普京啊。说明什么？泽连斯基立即跑到法国找马克龙，马克龙立马给维特科夫打电话，然后又一起跟乌梅罗夫，就是那个乌克兰的谈判代表，还有泽连斯基又一起开会。实际上就是表明欧洲态度。你要想谈成，你必须考虑乌克兰的意见和欧洲的意见。一个领土是不可能割让的，第二个就地停火。当这个泽连斯基离开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的时候，马克龙长时间的啊陪同泽连斯基，这个我看了一下视频，都有2分钟，就是送他上车啊，然后随行的人员远远的等着他，两人在那交谈，依依不舍。实际上这就说明了啊，这叫共克时艰，对吧？就是叫什么共度难关。这个不仅是乌克兰的难关，也是欧洲的难关呢。一直要把泽连斯基送上车，此处无声胜有声，就是对泽连斯基来说，这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刻。国内反腐，对吧？这个火还在四处蔓延，战场上压力越来越大，外交上遭到特朗普的背刺，对吧？这个以前最大的一个盟友现在倒戈了，但是泽连斯基还没倒下，一般的人估计早就倒下了，要不撂挑子，对吧？我不干了，我辞职。所以现在有这个匈牙利的媒体，对吧？开始造谣说这个泽连斯基要逃到爱尔兰不回来了。你说这么低级的谣言也能出来？如果要逃跑的话，2022年2月24号泽连斯基就已经跑了，为什么在这打了4年才逃跑呢？所以说啊，这些黄俄，这些俄罗斯，对吧？这种宣传计划花钱，那简直是厚颜无耻啊！所以说这个他什么谣言他都能造。这个我一直说啊，乌克兰他贪污不贪污，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是前苏联国家，大家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对吧？前苏联那种体制国家有几个是好货呢？除了那些啊东欧的加入欧盟以后，对吧？被改造过了，民主化进程，对吧？所以他贪腐的少一点，或者是看不到。那乌克兰他也没加入欧盟，所以说贪腐很正常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贪腐，或者他就应该被人侵略吧，被人吞并吧。而且马克龙也说了，他贪腐，他有自我纠错的能力，他有这个机制，欧洲相信他，人家的反贪机构能够独立运作，反贪机构的这些人没有中毒，没有高坠，没有从楼上跳来，没有散步死，没有游泳死，已经说明乌克兰，对吧？他跟俄罗斯完全不一样，跟白俄也不一样，人家
反腐机构能独立运作，对吧？能够抓这个乌克兰的2号人物、最有权势的这个伊尔马克，不是要抓他啊，就是搜捕调查他，而他们都没有中毒，没有被枪毙，没有跳楼，这已经说明问题，对吧？所以说啊，泽连斯基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还在干。我们也不是说泽连斯基啊就是圣人呐，就是完美无瑕，那世上没有圣人，没有完美无瑕的，但是他现在的表现确实可以说是啊英雄气概啊，铁骨铮铮。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说啊，说法国正准备通过私营军事公司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巴黎正在积极寻找从间接支持基辅转向直接军事介入的途径。关键一步是11月28日颁布的第2025-1030号政府法令，该法令首次授权法国私营军事公司向处于武装冲突状态的国家提供援助，也就是法律先行啊，人家把法律先改好。据俄方情报，这一措施仅适用于乌克兰。该文件实际上是西方私营军事公司得以合法化，以维护和操作乌克兰武装部队自身无法掌握的复杂装备。现有的机动防空小组和少量的 F-16战机无法拦截俄罗斯空中目标，而法国提供的幻影2000战斗机、响尾蛇防空系统等武器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人员和长期培训。那法国政府也可能引入西方私营军事公司，对吧？给他合同，让他去乌克兰干活。我觉得这个早就该开始了啊！这个欧洲国家也动员起来了啊！你看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一日表示啊，12月1号啊，说不能给乌克兰强加和平，任何涉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决定都应该由乌克兰和欧洲参与。这个莫尔茨啊，当天与到访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共同会见记者时说啊，就乌克兰危机，欧洲国家面临着重要的几天和几周，正相互密切配合，全力支持乌克兰。欧洲国家希望动用最强有力的杠杆，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莫尔茨说啊，不能削弱或分裂欧盟和北约。乌克兰关系到欧洲团结，要确保没有任何人和事在欧洲插入楔子，也就是不能让普京抓住机会分裂欧盟和北约。你看看啊，这个波兰的总理跑到德国去了，找莫尔茨干什么？你看波兰其实跟德国之间矛盾很大呀，这大家都懂啊。但是这个时候不计前嫌，对吧？要跟德国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因为知道大敌当前。波兰和德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旨在实现能源独立，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并深化防务合作。大家知道吗？这个不是外界有说那个波兰的庇护这个乌克兰的特工嘛？这个乌克兰的特工不是把那个北溪1号、2号给炸了嘛？然后这帮人躲在波兰，结果被波兰抓住了，然后德国要引渡他们，波兰不给，说这个乌克兰有权利炸那些军事资产。为此，波兰跟德国之间，对吧？那还有一些纠纷呢。但这次图斯克跑到德国访问，跟莫尔茨很有可能也就是达成谅解，对吧？12月2号，瑞典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新闻称，瑞典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批价值11.2亿的瑞典克朗民用援助，大概就是1亿多美金啊。新闻稿称，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电力供应、受损基础设施的维修和恢复。意大利已批准一项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签署，并与外交及经济部门协调，内容包括军事装备、车辆和补给物资。出于安全考虑，具体清单仍属机密，对吧？连这个意大利现在都积极行动该支持还要支持面对俄罗斯，欧洲实际上除了这个匈牙利这个防骨仔其他国家都基本上达成一致，也就是竭尽所能支持乌克兰打到底。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了欧洲安全的一道屏障。那么现在就是应该特朗普的代表维特科夫以及他女婿，对吧？库什纳都到了莫斯科要见普京。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对达成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协议非常乐观。但是根据 CNN 报道说乌克兰认为距和平协议仍路途遥远。多名接近泽连斯基总统及参加佛罗里达
会谈的代表团人士告诉 CNN， 乌方官员虽希望和平进程取得实质进展，但断然否认谈判已进入冲刺阶段。他们表示库什纳，特朗普女婿兼最信任的顾问之一，积极参与，向基辅传递了重要信号。白宫确实相信协议可达，并愿为此投入政治资本。库什纳不只是象征，他的出现表明特朗普亲自掌控进程，并希望取得成果。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与此同时，基辅强调，尽管谈判富有成效，但在领土安全保障和北约地位等关键分歧上仍未解决。他们希望库什纳能弥合鸿沟，正与美方共同努力，但并不认为已抵达终点。CNN 援引消息人士称，白宫和特朗普本人多次释放乐观前景，并暗示冲突可能迅速结束。乌方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这些表态更多是对俄施压的一部分，而非对现实真实的反应。我们看看乌克兰前总司令扎卢日内他又一次表态在媒体他说北约应当向战后的乌克兰提供以下3项安全保障措施之一，也就是北约必须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第一个是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第二，乌克兰部署核武器，第三，在乌克兰部署一支与俄军实力相当的联军部队。也就是你北约要3选1，这个才叫安全保障，否则别扯皮，要么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要么就是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那跟俄罗斯对着干，要么就是不部署核武器也行，那就部署一支跟俄罗斯军事实力相当的部队。扎卢日内再次说他说如果未能取得彻底胜利，与俄罗斯签署的和平协议可能变成短暂休战，也就是停个2年接着打。一位北约前高级军事官员猛烈抨击特朗普，称他为普京效力。这些言论是用法语说的，但现在却在英语世界里迅速传播开来。特朗普荒谬的言论前后矛盾，语无伦次，但没有解决办法。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副参谋长、法国陆军中将米歇尔·雅科夫列夫这样评价特朗普的行为：基本上他已经疯了。不，他只是为普京工作，他没有疯。雅科夫列夫说，这个欧盟的司法与民主专员迈克尔·麦格拉斯表示，谈判代表必须确保推动停火不会让俄罗斯逃避起诉。也就是你看，欧洲现在还追求什么呢？还要起诉战犯。停什么火停火了之后，谁发动战争谁要负责任。这个美国28条那个投降协议里面，对吧？其中有一条就是承诺对战争期间所采取的行为给予全面特赦，也就是特赦战犯。而欧洲人已经说了不可能的，那你谈吧。所以我说特朗普这次和谈又是一个笑话，也就是谈得再热闹，说得再漂亮没有用，最后还是要打。这个北约乌克兰支持与训练司令部的副司令叫凯勒少将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战争暂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那个欧盟的外交部长叫卡拉斯说俄罗斯目前并无真正的和谈意愿，欧洲需要通过施压迫使其回到谈判桌，而非在当前条件下进行对其单方面有利的谈判。也就是欧盟对这个美国主导的跟俄罗斯的谈判根本就不看好。这个波兰的总统纳沃尔斯基说在19、20和21世纪，与莫斯科人从未达成任何协议，他们只有谎言、夺取生命的欲望和破坏。他强调，历史给现代波兰的教训是，与俄罗斯人的协议从未真实存在，这是美国人必须认识的真相。你看看，这是波兰的态度就是俄罗斯人说的一切都不可信。关于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跟普京的会面咱们密切关注。从这个普京目前的这个动作对吧？他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访问的时候说停火的条件，对吧？乌克兰要撤出顿涅茨克，然后说了一大堆。现在呢又宣布占领了红军城沃尔昌斯克。从这个普京这个表态来看，想就地停火很难。从欧洲的表态来看，停火也很难。现在最难的是泽连斯基，对吧？他既要面对国内的这个反腐风暴，又要战场上还有外交上要面对特朗普的施压，他是最难。实际上俄罗斯一直都很难，对吧？勒在他脖子上的绳子越来越紧，只不过对吧？他现在特朗普在帮他，让他能够松快一点，就这么简单但是特朗普他的所谓和谈最终肯定是个笑话，一场闹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